嘛要放绿鬣蜥2.6，我这摕了拄啊好呢。啊，散落一地。其实应该都跳的哦，有被高伟囡仔会地位的。大象，我今天帮你配的菜好吃吗？他用尾巴回应我。卡改打，安尼。这是史瑞克吗？史克，史瑞克里面的那只啊。没错。嗨，爸爸，我上面你呀。这件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这要甲大家提醒，讲其实台湾话吼，咱有较会讲出来。咱台湾灭出来后，台湾小琉球有无？迄阵嘛中华台北，真是来台湾拢捌字人无济。因来讲台湾，有人写做上台湾，湾文甲抬起来，有人写做讲真大的湾文。今仔日我的阿爸母带我来高雄寿山动物园佚佗，我感觉足欢喜耶！啊，你今日你是头一届来寿山动物园对不对？今仔日足热的，虽然日头真阳，高雄微微啊风吹来，互我心情足好的。你上爱什么动物？巴拉，下摆这只哦，对。高水哦。原来寿山动物园遮水，建议大家爱看地图找动物。今麦足侪动物拢伫咧休困，较晚的时阵过来看。我先来食遮上好食的冰。各位观众朋友，你拢是在听听。你讲人啊，这是啥物动物？我唔知。树懒。哦，你素兰食冰的，那好咧。我感觉你较像仙童啊。啊，鸟啊咧。虎猛咧。你看我是毋是真牛？逐项动物拢会晓学冰打食煞。阿母就讲一个歹消息，原来今仔日我毋是来佚佗的，是来做工课的。李局长搁驶这台山丘车来载我。啊，咱即摆买一摆园区内底啊吼。啊，这饲料村活动就是咧配迄个动物要食食物吼，啊，拢伫这啊食。你搞来这好是按照有遮尔济狗仔伫咧配，因为调配中心对面就是流浪狗、流浪猫的收容所，大家会当来这分各水的狗仔甲猫仔转去饲哦。这是暗夜分配所有动物物食的所在。不管是菜色、果子，也是肉，拢伫遮分配予所有的动物。今仔日头一个工课就是全场爱食的物件。啊，主要大树伊要食的就是草啊，木草，这一天爱饲几遍？阮准备的这个量就是一天一摆，所以大工拢有。哇，大树就爱食菜，对不对？对啊。啊，散落一地。伊拄啊好，来，安尼大树的部分阮就做了。就一天食的物件足济，我一个月嘛食袂完。
素兰加绿鬣蜥，哦，你足厉害的。你知影素兰生到安怎无？唔知。这只台语叫做树酥，树酥。你帮我摕芭拉好无？好，好啦。对，安尼你先帮我放1.8，啊，即马要放绿鬣蜥2.6，我你摕了拄啊好。好，有啊，拄啊好，放过已经好啊。来，安尼搁剩红马豆、番茄， 1公斤。爱偌济？1.2。1.3公斤的柳丁，可以吗？会1.3，安尼绿鬣蜥的部分是0.5，0.5爱从偌济？0.8，好，谢谢。安尼后一个是啥物？肉类的嘛已经退冰啊，即马甲所有的物件拢搬就车。头一站就是到真济鸟仔的所在，红头黄喙冠，红头黄喙冠，孔雀，孔雀，这只叫做孔雀。上甲西小，上甲西小。那狮子在笼子另外一边。西啊，西啊，我就爱西啊。哇，这可能看起来敢是像的内色的款，这大间大象哦，这摊仔顶头拢有写。嘿，哦，了解。乌豆面样看起来足高水的，像这大只的白鳃鱼，白鳃鱼。这是好的所在。要上吧来咯。白好，白好，这水的。哦，这个有牧草，牧草，牧草的多。嘿，牧草的所在。哦。这就有保育员来处理啊。牛啊，牛，娱乐岛，互你钓，互你钓，这水的梅花了，梅花了。红塔地起，红塔地起。不要紧张。河马，河马，河马是最大的。动物吼，动物有食的物件，咱也有咱食的物件。阮为着要互动物吼会当食较好，所以毋是敢若单独一项物件咧食，对不？阮就会尽量动物会食较较侪无共款的物件，所以感觉讲，安尼是要足公平。有迄大青鸟，你看，足大只，足大只。
高水的，足巧的哦，伊无输你哦。我嘛是安尼想。伊应该足巧的哦，有8、9岁囡仔会避讳的哦。大象，我今天帮你配的菜好吃吗？我给你传的早顿好食无？他用尾巴回应我，这种东好食。他用他的尾巴讲。你敢会记日透早传什么无？唔知。阮即个园区吼，早期的时阵吼，伊上早是68年的时阵，伫即摆迄个中山大学，而且佫较贵遐吼，伫西雅湾遐，伫遐成立的。成立了后，因为中山大学要起学校嘛吼，要起学校爱有地啊，爱有地啊，即摆我动物园伫遐要安怎？伫遐搬厝对无？所以即摆搬厝了的时阵，就建立遮，伫遮吼就起即个动物遮，遮是差不多民国75年时阵就伫遮成立。阮即摆现准是吼，差不多应该有60几种嘛。应该有60几种，差不多400几只的动物。咱来去学习一个讲保育员吼，伫内底因是安怎去做摒扫这个工作。我带你来去一个迄个草食的动物吼，迄是足古锥的。阮有一区吼，拢是迄个足古锥较细只、体型较细只草食的动物，因为迄较温顺吼。咱要来去做摒扫的工作时阵吼，咱嘛是爱换做咱的工作，袂安怎的喷啊规个垃圾地咧。哪会安尼？我毋是已经下班啊，搁爱摒扫。但是。我要摒扫，是伫足侪放假内底，拢看会到的鹿仔的房间咯。恁看，鹿仔是毋是生少足古水的？我一定会认真来好好摒扫。骹甲伊打，安尼，嘿。哈哈哈！啊，细人嘞，对啊，较温柔咧。啊，你爱双手摕起来，你扫出咱两边啊，你是两边啊。你安尼敢摕起来？对哦，嘿。哦。扫了袂歹。哦，我今嘛讲你扫到袂歹呢。看你后摆一点，扫好就来。我倒。你看到佫有啥物菜雕伫遐的，我会再甲伊请。啊，较济。这些。我想起来，差不多1点。物件放遮都拢会使就好。第一次看到驴子。这个买所在通常是第一个。手这边、目睭这边、到巴肚这边。嘿，无错。老师嘛无甲你教吧，你家看的。啊，你目睭袂歹诶。这是史瑞克。嘿，史瑞克。史瑞克里面的那只啊。没错，就是它，可以叫做行风玩具，行为丰富化玩具，就是要互因动物生。这边，卡比巴拉。哎，这边。卡比巴拉，3D 看起来这个水的呢。我这想要抱一只转来吃，请问局长，我敢会使带一只转来台北市？要饲动物前，拢爱有一个观念期，你爱先知影，你清楚了解要怎甲照顾，因为动物嘛是生命啊，甲人共款啊，所以你嘛是爱有即讲哦，你会当对出事，有法度保证讲你出事到伊卫生有这种的生命，干内底我都帮你运动。安尼咱就是经理起来照顾，这就是照顾动物的上基本的。迄平常时就是要互伊摕去饲，甲咱咧坐，比咱遮同款安尼啊，就是溜一然后也有，你看，有啲头壳哦，哇，有大只，无，刚才个比这较大只，你看到边小后边，哦，你有看无？你在头看，有名哦，有，对对。迄位是1粒啊，啊位是2粒的，也是。
我感觉大象较巧。几粒起来一点，所以这叫做啥？这叫单峰落。咱伫遐看长条鱼呢？走，你敢走会赢伊？你怎走？其实吼，伊伫遐外时阵，伊看到你，比咱看到伊更较惊到你个，因为伊汉尼咧看到你。啊，所以吼，有几种吼，就是看到伊远，看到伊的时阵，你就慢慢退落，就点仔退走就好。啊，但是呢，伊的啥物话，伊的五官内底啥物话上敏感？鼻啊，伊鼻啊就敏感，所以吼，咱袂当徛伫伊的风的方向的上风的所在，因为迄有一个微粒，迄有一个微来的时阵，伊是毋是就随着偏着咱伫倒？所以咱尽量拢爱看徛伫迄个对向的所在，安尼伊就偏袂着啊。伊徛伫顶面，咱徛伫骹，啊，咱的味伫即边就吹走伊啊。但是你若徛伫迄种面边，风的顶面是伫一个边就知影咱伫倒啊。所以咱一般来讲，拢尽量拢是爱闪过，啊，那点点啊，拢扫。啊，个种就是你若搁较远的，伊若看到你，小可惊你个，出大声，真狂叫安尼，啊，伊惊就走。咱就距离若分开了，咱就较无危险。啊，咱看咱爬树仔，你拢爬袂来，咱绝对爬袂来。啊，咱会当安尼拍个安尼惊死。啊，有个人讲啊，同一个迄鱼仔，我都拍个安尼惊死着你，讲有效？无效，啥咱就。因为也是有味啊。叫人是有味啊，看你够巧，啊有味就安怎？伊想要食着，啊走袂去啊，因为你第二啊，你等候你爬起来走袂去。所以一般来讲，咱也是学伊点点啊，快点，啊就点啊先走安就。古梦是阮的迄种迎宾迎宾的人的迄个动物哦，上趣味的啊，啊一道的迄种啊来煮来就，互你吸着你的目睭安尼哦，想要甲耍伊。因即摆你看伊伫迄个雨伞的骹，吼，雨伞的骹就是咧徛迄个日头，啊伊佫足巧的哦，因为迄乌的沙啊，迄甲巴肚吼搭伫个沙，是啊那边咧搭，你听无？动物来讲吼，伊巴肚是上敏感，对烧冷是上敏感，所以即摆若热吼，伊即摆土沙啊白互开，啊是下骹较凉，你若巴肚吼甲搭，肚啊都凉，足爽。嗨，爸爸，为什么你伫遐？为什么你伫遐，爸爸？你话伊落来，伊爬落来有无？阮是爱做迄个水壶吼，预防伊讲伊伤挖过来迄个壁，你若万不离互白伊安怎？走出来变怎样？往南来走。树兰，你拄啊有迄落配迄落果子啦、蔬菜。就看看嘛。你目色就好咧。哇，这只好真过水诶！保育员喊伊的名，伊就随出来啊。看起来真正有像阮兜的阿仔甲阿肥真过水。你看迄顶头迄只，那是也是猴子的一种吗？有无？迄款哦，阮拢叫迄叫乌狗。乌狗。鸵鸟。这叫做鹅苗。鹅苗。这三个，都只迄是两个。哦，三个诶。你好。哇！啊，这较细只，都只足大只。一般动物拢其实拢做好奇的，你看见啥拢想要看。我你看，台湾狗。你说你哦。你好。你忙收我去哦。系啊，手忙准嘞。你好。伊甲你喊，伊会甲你喊。你莫目睭莫看伊的目睭，你互伊家己照顾就好。象山动物园真特别，除了展示区内底有动物，外口阁会当看到象山本来的主人高山啊，一个世家，毋过千万袂当甲伊饲，嘛毋通伤我，家己的物件爱顾好，也无会互高山啊抢去哦。
山动物园真好耍，欢迎大家趁歇热的时阵来佚佗。讲到 KTV， 咱台湾是满满是，这是专门的娱乐。不过啊，伫高雄有一间团体的 KTV， 你定着爱来，这间就是新彩飞扬。新彩飞扬创立伫1992年，伊的外观受城堡遐尔热闹，内底有2层楼、40间的包厢。你看这大厅遮尔气派。囡仔看到这个大厅是欢喜间的哭哭跳。大厅有电视足济，头家收藏的艺术品加收藏品。有人讲一间新彩飞扬 KTV 是起予 KTV 耽误的一个差点。是安怎呢？这个头家做阿公了伊发现讲外口的物件有足济掺足济有诶无诶咸正甲会做手。无介健康，伊就家己去找一个所在，开一个农场叫看天田，伊拢要求这个做天然的、做健康的，伊就把这个菜用伫因一间 KTV 的食室，伊用做严格这个装潢环境卫生等等来做这个灶骹，提供好食哇，佮天然健康的这个食室。所以就是讲，咱来 KTV 的时阵毋啦是要来唱歌，毋啦是甲朋友做伙开讲食物件。这个新菜飞扬有咱台湾 KTV 的这个特色，做者好食。你看这个灶骹炒甲这个强强滚，香讲哪食好食的料，哪来唱歌，这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欢喜的代志啦顺创就想起讲。这个新菜飞扬开业的时阵，拄好我伫高雄读这个大学。早是犹太时间12点正迄个时阵足早以前1994年98年，我迄个时阵来高雄早是有一段时间伊犹太早是12点正1点钟是10块。对阮的学生因为学生无趁钱嘛，拢咧开钱，拢咧读册，真正是真赞的代志。所以，阮同学想到烧酒早时无课，阮学倒摆徛咧，就为中山大到带对角半点钟以外的这个新菜飞扬来唱歌，1点钟10块，唱规早4点钟，一个人40-50块，这真正是对我学生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这个福利真正感谢这个头家。所以这个新菜飞扬毋但是一个 KTV， 伊毋但是起现炒热炒耽误的这个 KTV， 伊阁是一个对高雄这个所在才有帮助的这个团体的 KTV。所以我感觉一个企业家、一个事业家，重点毋是趁偌济钱，伊重点是伊对咱的社会有偌济的帮助，做偌济好代。所以这个推荐大家来这个新菜飞扬 KTV， 正更赞的啦。这件代志是真啊是假的？这是真啊是假的？这个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件代志敢有影？敢真啊？这个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件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件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件代志是真还是假的？这件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件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
个吼，拄啊咱咧影片内面就看到足多人拢讲，真诶也是假的。即个讲法其实即摆已经足普遍啦吼，咱嘛袂当讲伊是毋对。毋过伫遮要甲大家提醒，讲其实台湾话吼，咱有其他的讲法，而且迄是国较台语本来的讲法吼。啊，咧中文内面咱讲真的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其实会当分做两种部分来看吼。第一就是讲一项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是讲物件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咧中文咱拢讲真的还假的，但是伫咧台湾话其实咱有分哦，那是代志的真的还是假的，咱其实是会讲有影还是无影，吼。啊，若是有影就是咱讲的真的，啊无影就是咱讲的假的，吼。事情的真的还是假的。有一位咱足熟悉的即个台语的歌手吼，足前辈，足大家足欢迎的即个歌手陈雷吼。陈雷先生就有一条歌叫做《有影无》吼。想要问你有影无？除了有影以外吼，代志的真的咱阁会当讲真实的、真正的等等吼。啊，若真的啊假的台话，敢有咧讲有哦。这主要是咧讲物件吼，即个物件是假的，还是真的？啊，甚至有人毋是讲真的，是讲假的，就毋是以法律来讲，就是讲伊毋是仿冒，伊是真品，吼。即件代志有影也是无影，即件代志有影也是无影，即件代志有影也是无影。你看，咱台湾苗出地，也有台湾小琉球有无？啊，迄阵啊中华台北，啊是安怎打？后来咱学做台湾。你看，咱台湾苗出地，也有台湾小琉球有无？啊，迄阵啊中华台北，哦，啊搁后毋来甲台湾尔，啊搁有啥？搁有啥物？哦，我讲有小琉球，啊，搁有东番，哦，台湾，哦，啊，是讲台湾，哦，足济啦。其实吼，即个名真济，无一定咧讲咱台湾，比如宜州啦，吼，有无？哦，迄不一定讲咱台湾。哦，咱台湾若真正有出地文献，愈开始叫做东番，东平的番，咱是中国边啊。东平的番，哦，啊，对，若真正有名东番，啊，无就北港。咱台湾古早有咧北港，啊，其他头咧北港，离中国要坐船啊，坐来咱台湾，啊，头前看着就北平，所以咱台湾古早有咧北港。哦，北港会使伫迄个啥，台北嘛有北港，台中、台南拢有北港，啊，就船啊看所在，头前就是北港。啊是安怎打？后来咱学做台湾，因为安怎？荷兰人啊是讲即个地震讲，因的政治中心搁伫台南，啊台南古早做台湾，啊台湾另外一种笑话做真大的湾做台湾，哦，你若看迄地图，台南去台港内海，哦，迄古早真大的湾，足适合船啊载入来。啊！伫遐做贸易，伫遐掠去，做真大个湾。啊，因为迄个算啥？当初迄个真是来台湾拢捌字人无济。啊，因来讲台湾，有人写做啥台湾哦，用湾文甲抬起来。啊，有人写做讲真大个湾文，啊，有人写做真大个迄个啥湾话湾有无？啊，有人写真大个圆圆的圆，真济种。啊，但是讲起来。应该是讲台南要真大个湾，哦啊，足适合船啊走入来。我毋着荷兰人伫遐，也是电视讲伫遐，行政中心伫遐，啊，行政中心一个本来是台南名，后来才慢慢扩展，才变全台湾，拢叫做台湾。